对，这么就没得。定人的人说什么事？啊，什么叫高嘛？什么事？这么些的，什么就有那，就这行多掐他。啊，呀，就这行不这不呀，其他的根本什么就消失。啊，其他的根本什么就消失。啊，那个等一把买一本是，呀，那你要忙苦，那个等一把要买一本，呀，他的那个什么就消失。你搞，他那个什么就没有他。啊，那个那要等一把没有事。你把烟给买了。啥没有上那呀？等一把等一把烟给我们多啊。给我买了，给我你头不老不给不老的缺钱。什么就没得。通过龙本，大龙什么就没得？什么就没得是？什么叫认识？龙本。我操！什么就没有他？这两个是不是？这两个是不是？这两个是不是？这两个是。那把你那个等一把。干的谁嘞？那个那路等不个谁嘞？这两个是不是？那我菜哪去？菜哪了？天高有人把起来接，高完去我他妈，他妈拿走娘去了接，娘家等个特产。天高有人把起来接，大概出去了退休，高头有人点接去，出去上街面去。天高有人把起来接，他们走着当天，他的点接跑着那孙家当街这等，当天。